平安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今天10月30日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，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上帝。你的恩典够我用。心已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。每个季节，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。每时每刻，你与我同在。呼唤心意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。每个季节，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。每时每刻，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在这几十年，在这人生的几十年当中，所有一切都在改变。然而我们知道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只有你不改变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一起来敬拜你，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带领我们，愿主你陪伴着我们，让我们时时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陪伴着我们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带领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4月30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1章第26节到第43节。列王纪上第11章第26节到第43节。另有一个敌对所罗门王的人，就是王的臣子以法莲的喜利达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他的母亲是寡妇，叫喜鲁雅。以下就是他反叛的经过。当所罗门填平耶路撒冷城东的米罗洼地和修理城墙的时候，耶罗波安是一个能干的青年。所罗门发现他工作认真，就派他监督所有在马拉西和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劳工。有一天，耶罗波安从耶路撒冷出来，示罗人亚西亚先知在路上遇见他。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服，那时在旷野里只有他2个人。亚西亚把新衣服脱下来，撕成12片，然后对耶罗波安说：“你拿10片去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你说，我要从所罗门那里把国权夺走，给你10个支族。但为了我的仆人大卫，为了这座我从以色列全境选来归属自己的耶路撒冷城，所罗门还可以保留1个支族。我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所罗门离弃了我，去拜外国神明，就是西顿的女神亚斯他路、摩押神基抹、亚门神摩洛。所罗门违背了我，他犯了过错，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遵守我的法律诫命。但我不从他那里把整个国家夺走，我会让他在活着的时候继续掌权。我这样做是为了我拣选的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因为他遵从了我的法律诫命。我要从所罗门儿子的身上把国权夺走，给你10个支族，但是让所罗门的儿子保留1个支族，这样我就永远有一个我仆人大卫的后代统治耶路撒冷。这城就是我选择作为敬拜我的地方。耶罗波安啊，我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你将统治你所希望得到的领土。如果你完全听从我，做我所喜悦的事，遵守我的法律，实行我的命令，像我的仆人大卫一样，我就永远与你同在。我会使你做以色列的王，并且使你的后代继续统治，正如我向大卫所做的一样。我要因所罗门的罪惩罚大卫的后代，但这惩罚不是永远的。于是所罗门设法要杀耶罗波安，但是耶罗波安逃到埃及王示撒那里去，住在埃及，一直到所罗门去世才回国。所罗门的其他事迹，无论是他的成就或他的智慧，一一记载在所罗门史上。他在耶路撒冷作王，统治全以色列40年。他死后葬在大卫城，他的儿子罗波安继承他作王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1章第26节到第43节。我们要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
今天的经文。
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，接下来大概就是所罗门最后的记载了。所以在这前面里面，其实已经讲到说，其实在大卫他慢慢的建立这个王国，让他的敌人越来越少。其实敌人还是非常多，但是那一些都知道打不赢大卫，所以他们就不打了，他们就不玩了，不来骚扰他，然后想要成为朋友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，人跟人，国家跟国家也都是一样，发现你很难欺负，很难对付，他就不对付你了。但发现你好欺负，他就会来欺负你。而在很多时候，他都会用很多机会去试探看有没有机会。在大卫时期的时候，前面有讲到那个哈达，他们家几乎被灭了，所以他就逃到埃及去。但是当知道大卫死了，知道约押死了，他想，或许再来试探看有没有这个机会。因为所罗门王真的很强吗？他手上的这些兵真的很强吗？而后续其实发现有很多的骚扰。昨天的经文讲到哈达跟利逊，今天又讲到耶罗波安，其实就开始慢慢有很多骚动出现。而这样骚动的开始，其实应该就像前几天在谈的状况一样，最主要是到底这个王，到底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在敬畏上帝，有没有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教会一个地区，那边的人，他们的心如果没有合一，他们的心如果没有来到上帝面前，其实就很多自己的想法在当中。所罗门有他的想法，然后哈达、利逊跟耶罗波安，上帝也拣选他，开始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。而在这样出来当中，就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在当中，上帝一直在讲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，照着我所说的来做，完全的顺服。所以在前面经文讲到说，大卫完全顺从上主，但是所罗门得罪了上帝。因此在这当中，虽然在最后面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因为所罗门他在第11章的最前面讲到说，所罗门他开始拜其他的神，所以上帝也开始要离弃他。就像扫罗王一样，扫罗他没有敬拜上帝，他用了很多自己的方式，甚至他后来还去做我们台湾称为观落阴的方式，去找一些他要找的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开始用自己的方式，开始发现找不到上帝，然后开始迷失了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另有一个敌对所罗门的人，就是王的臣子，就是他们当中的他的臣，他所用的人。所以前面讲到有哈达跟利逊，这边又出现一个耶罗波安，他的背景是以法莲喜利达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他的母亲是寡妇，是喜鲁雅。所以这个人出来，他的身份背景是这样子。那这边也记载说，他反叛的过程。他反叛的过程在当中，其实我们看到前面，他应该也很认真的在做他的事情。然而在后面当中，上帝拣选他，上帝让他来做那个位置。为什么会又来拣选他？其实也是回来讲，所罗门他开始在拜其他的神，开始在离弃上帝。所以当所罗门要填平耶路撒冷城东的米罗洼地和修理城墙的时候，其实也前面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就已经有讲，圣殿之后在建造王宫的时候，他还填平城东的那些洼地，也大概在建造埃及公主的宫殿的时候，那时候有讲到说要填平那些洼地。所以在做这些工程的时候，里面出现一个人耶罗波安，其实他很能干。这当中提到他很能干，他很能做事情，他在当中做了这许多事情。这边也讲到说他很认真，所以很能干很认真。所以所罗门交付他特别的工作，让他成为督工，让他去管理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些地区的劳工。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11章的时候，经文里面是很肯定耶罗波安的，他有能力，他能够认真工作，而且他也是以法莲之族出来的。前面讲到说他是以法莲的喜利达人尼巴的儿子，所以他也是以法莲之族的。如果再往前推，以法莲跟马拿西也就是约瑟的后代。所以在当中他有这样背景在当中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里面。
而他有能力，他工作认真，所以派他监督所有马拉西和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劳工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讲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想到一个人，这是约瑟。约瑟也是如此，他的祖先约瑟也是个能干的青年，工作认真，好好的做，然后他的上司就把工作交给他，不管是管监狱的，还是那个高官，或者是埃及王，就看到这个人是有能力的，就把这些重要工作都交给约瑟。这个后代耶罗波安也是如此，他能干，他工作认真，所以所罗门就把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族这地区的劳工交给他，所以他在管的也就是他的本家。然后有一天，耶罗波安从耶路撒冷出来，示罗人亚西亚先知在路上遇见他。所以这虽然没有讲很多，但这也是上帝拣选他。所以上帝让亚西亚去在当中，在那个时候去拣选了耶罗波安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也会看到类似撒母耳去拣选扫罗，或者是去拣选大卫的时候，当要高摩扫罗的时候，当要高摩大卫的时候，也常常都是在一些人家没有看不到的地方，因为会带出很多问题。当然没有人看见，但是上帝看到。虽然在当中去高摩他，去拣选了他们，但是后续扫罗王是知道，后续所罗门王知道，所以扫罗王去追杀大卫，所罗门王也开始在追杀耶罗波安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而这边也强调说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服，所以这当中也在讲的是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了。在这新的局面当中，特别讲到说他穿着一件新的衣服。那时候的人跟现在不一样，他们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很久，而我们也常常在换，常常有新的衣服，相差这几千年就相差非常多。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会觉得新衣服有什么，但是在当时的人对他们来讲，新衣服很特别，他们很难得会有一件新衣服，而新衣服当他们换上新衣服，也会有一个新的意义在那当中。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服。如果是我们一般人，我们应该也不会随便穿着一件新衣服，或者是把它撕裂。但在当中看到亚西亚把新衣服脱下来，撕成12片。在圣经里面讲到12，在旧约里面讲到12，通常就会预表着12个支派，12个支族。这12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不管是在旧约当中的12个支族，新约当中的12个使徒。其实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在讲到以撒的后代有12个支族，以实玛利也是有12个，所以这当中也就是上帝在祝福在当中。所以亚西亚把衣服脱下来之后，这新的衣服脱下来撕成12片，也代表了12个支族。然后对耶罗波安说：“你拿10片去。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这么久，大概会知道北以色列就是10个支派，南国犹大就是那一个犹大的支派。所以他就对耶罗波安说：“你拿10片去，因为上主以色列上帝对你说，我要从所罗门那里把国权夺走，给你10个支族。”所以这当中很像是我们在看电影一样，在看电影，在看一些剧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好像是预告，这好像是一个预言，接下来这一集要怎么演，好像或者说这几集要怎么演，这时候就已经先讲了。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说你拿10片去。所以当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会保守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当上帝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给大卫的时候，尽管扫罗王怎么追杀他，上帝用各种的方式去保护大卫，去保守他。当然也不是那一时一刻，其实上帝都做好预备，让大卫他是有预备的，
他身强体壮，他骁勇善战，他很有头脑的去布局等等的，他可以做这许多的事情。而他的头脑也不只是在战争，他的头脑也用在敬拜上帝。所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知道上帝真实的心意是什么，更深层的去领受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他们讲到说，我要从所罗门那里把国权夺走，给你10个支族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在讲的也不是上帝随便就做这样的处理。其实我们看到要重新去布局，重新要处理一些东西，其实都还是要花一些时间，都不容易。而在当中要把所罗门的权夺走，其实这也很不容易。就像要把权从扫罗移到大卫身上，其实也花了非常久的时间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要从所罗门把国权夺走，把它撤回交给耶罗波安。他说，但是为了我仆人大卫，为了这座我从以色列全境选来归属自己的耶路撒冷城，所罗门还可以保留一个支族。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期望留给后代什么？其实我们看到大卫留给后代很好的一个祝福，上帝常常顾念他，即使他们这些后代犯了很大的过错，上帝依然顾念他。当然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期望我们的后代不要离开上帝，这是最积极的方式，让上帝一直祝福着我们家族，在当中能够持续的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一直在当中不离开。但是回来看，如果其实我们无法去控制后续的人，就像大卫一直在跟他的孩子讲，你要敬拜上帝，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也只好在我们身上做我们该做的，让我们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，在上帝面前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工人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常来讲到说，为了我的仆人大卫，顾念大卫所做的，在当中大卫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国势强大，更在于他的生命，他在这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在当中可以看到，他这边讲到说，所罗门还可以保留一个支族，这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留给大卫。而在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他还讲，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所罗门离弃了我，去拜外国的神明。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到说，他拜了非常多，拜了亚斯他路、基抹、摩洛。所以这当中也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很容易接触那一些，就像所罗门一样，其实他的国家很容易接触到外国的神，而他又让他的那些后宫把那些带进来，让他更容易陷入在那里面。对我们来讲也是啊，我们一转身，其实身边很多的宫庙，在当中我们身边很多不是信上帝的人，在当中旁边的人会跟我们讲很多这样的东西。当我们的家人信仰没有建立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跟着走了。我们不明白我们所信的，我们常常说，这外面的人他们拜的，他们知道吗？其实我们也常常问，我们所信的我们明白吗？当我们不明白，当我们不清楚，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。我们常常就会认同别人说，哇，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不明白，当我们没有去追求，当我们没有去经历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认同，
这个是没错的。所以当中会觉得拜这个也好，拜那个也好，就会像有一些人一样，觉得这是众神之一。所以我来教会也只是让我所拜的神多一个而已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并不是如此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当所罗门去拜这么多其他的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回去看，在十诫里面讲到说，只能拜我这个上帝，不能再去拜其他的神。其实当中也是可以看到，就是违背了十诫里面的一条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所罗门违背了我，他犯了过错，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遵守我的法律诫命。所以当中这事情会一直被讲，会一直被讲。前面一直在讲到说，所罗门犯了罪，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完全的顺从上主。这边又讲到说，所罗门违背了上帝，犯了过错，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遵守我的法律诫命。所以当他遵守的话，如果所罗门完全遵守的话，之前有讲过说，他就不会去娶那么多的太太，他就不会让他们拜的神进到这个国家，进到他的王宫里面去。但是他都开门了，让这些进来了。他喜爱的是那些女人，而不是上帝。他喜爱的是各国所送给他的这些，他喜爱的是他的后宫，而不是这个上帝。所以他很自然的会违背了，很自然的，他后宫那边那些女人所说的，他就都听进去了，也离上帝越来越远。所以在当中，在讲的就是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遵守我的法律诫命，所以他违背了。因此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去提醒的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列王记里面一直在提醒，就是要遵守上帝的法律跟诫命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很多人为什么都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回来看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，都做了很多上帝所不喜悦的，没有照着上帝的命令来做。而在当中讲到说，我不从他那里把整个国家夺走，我要让他活在里面继续掌权。我这样做是为了我拣选的仆人大卫的缘故。因为大卫，因为他遵守了上帝的法律跟诫命。前面讲到说，所罗门不遵守上帝的法律诫命，但是上帝在当中还留下一个支族给他们这个家族，让他们继续做王，是因为他的父亲大卫的缘故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，哇，上帝是不是很相怨？就因为大卫，就继续给这些恩典。其实上帝也确实对我们家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常得罪上帝，我们常怎样的？但是有没有可能，因为你家族当中，你的父母或你的阿公阿嬷，而家当中上帝的恩典继续的留在你的家族当中？有没有可能你的孩子因为你的缘故而领受这许多的恩典？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想，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？所以他继续讲到说，我要从所罗门的身上把权夺走，给你10个。其实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想要得着什么？其实更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不管我们在哪一个位置，即使在王这个位置，更重要的，他一直在提醒要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下面讲到说，把他夺走10个，留下1个给所罗门，这样我就永远有一个我仆人大卫的后代统治耶路撒冷。而这个城重要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，让人们能够在那边来敬拜上帝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其实再继续读下去，后面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毁，
这也一直都是人离开了上帝。所以这当中其实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要持续的在上帝面前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遵守上帝的命令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地方，或看到圣殿的许多景况，里面还是有人在献祭啊，里面还是有人在敬拜啊，但是他们的心在哪边？其实这也让我们去想，在台湾这块土地，我们在这许多地方，我们台湾基督教的教会有1000多间的教会，里面也一直有人在礼拜，就像我们教会一样，一直有人在礼拜。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？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吗？还是像旧约这边，他们也是一样这样献祭，一样这样敬拜，一样要来到圣殿，许多这样仪式。其实耶稣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这样，你们有很多的仪式，很多的规矩，但是你们的心极为败坏。当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当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完全的顺从上帝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走偏了。所以他继续说，耶罗波安，我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你将统治你所希望得到的领土，所以要立他来做以色列的王。而这第38节的话，其实也是对大卫说的。以前上帝对大卫说，后来对所罗门说，这时候依然向耶罗波安说。我们常常都会说要守十诫，但这边也在讲的，从十诫当中延伸更简单的说法，就是完全听从我，做我所喜悦的事，遵守我的法律，实行我的命令。更简单一点，就是像我的仆人大卫一样，因为大卫就是这样做。当然他也会犯错，但是他的心在上帝面前，他愿意这样做，所以他也劝勉他的儿子要这样做。所以整个看下来，我们常说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也就是其实不容易，会说做不到，我们常常是如此。所以这边又提了一次，这个先知对耶罗波安说，如果你完全听从我，做我所喜悦的事，遵守我的法律。这也是之前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牧师一直在分享所罗门跟大卫两个人。大卫，上帝一直在讲到说，大卫是完全听从、完全顺从上帝的人，但是所罗门，扫罗王他却只有一点点。所罗门他后来其实也没有比扫罗王好太多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当上帝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最特别是在大卫身上，因为上帝透过撒母耳在说，人看人是看外表，上帝是看内心。所以这句话在讲的也是如此，愿不愿完全听从上帝，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遵守上主的命令。所以前面第一句是听从，内心你愿意听从。所以当你内心听从的时候，你外在你就会去做出上帝所喜悦的事，你所说出来的话就会照着上帝所说让你领受的来说，那你做的也就会照着上帝的教导、上帝的要求来做。所以在当中透过所做的事情回来，可以看到是不是完全的听从上帝的命令。就像前面在做那些战争的过程当中，当上帝说要把那场仗当中的人所有杀死，把东西全部毁掉，但是就有人不愿意这样听从。所有人都听从了，就只有一个人没听从，那个亚干。上帝也从几百万人当中把他拉了出来，就是这个人。所以在这几百万人当中，即使只有那1-2个人，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，
让他们那几次的打仗都失败。这也会让我们在看到，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如此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不管是牧师、长子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或许有1、2个人不愿意遵守的时候，也会很大的影响到整个教会。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常常说，因为某一个人犯罪，影响了整个国家陷入罪中。但是王的犯罪更容易影响众人。所以在这边在讲，我会使你做以色列的王，并且使你的后代继续统治，正如我向大卫所做的一样。所以这时候的耶罗波安所展现的，其实他有这样以法莲的背景，他在工作很认真，他有能力也很认真的工作，所以后续他继续做的时候，继续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，他的家族可以继续的领受这样恩典，他的家族可以像大卫的家族一样。所以上帝给他这样很大的恩典，正如我向大卫所做的一样，就像上帝赐福给大卫的，要将这样赐福祝福给耶罗波安。我要因所罗门的罪惩罚大卫的后代，但这惩罚不是永远的。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这种讲法，这种惩罚不会永远的。所以在上帝的祝福依然以大卫这个家族为主。所以当中在讲到在这里面的时候，选民的当中也是类似，在讲到说以色列人是橄榄树，而其他这些后来进来的是野橄榄枝，可以接上这橄榄树。而在犯罪的时候，得罪上帝的时候，这野橄榄枝可能随时会被砍掉。这也是一样，当耶罗波安所做的不合上帝心意，得罪上帝，也很容易就被处理掉。所以我们从第12章开始往后看的时候，会看到很多这当中所做的不合上帝的心意，开始做许多得罪上帝的事情，所以就一直换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当大卫所做的，上帝祝福他，也在说这惩罚不是永远的。这边也提到所罗门知道耶罗波安被建造起来，虽然前面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，看到他有能力，他工作认真，但是也听说了他要被立为王。所罗门这时候也开始跟扫罗王一样，或许嫉妒，或许担忧，想说可能把他打死，这一切就不会往那边发生了。但是当我们在看整个圣经的脉络的时候，其实它记载的都是一定的事情。但是当杀了耶罗波安，上帝还会拣选其他人。但是回来再看，其实所罗门也杀不了耶罗波安，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所以他要怎么杀，上帝也会保守他，就像上帝保守大卫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情境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拉回去几十年前，扫罗跟大卫这边的情境也很像，所罗门王跟耶罗波安这样的情境也很像。而这样的情境也很像几千年之后的耶稣，当他出生之后，王也是要杀他，他们也是逃掉，一直到那一代过去之后，他们才回国。所以在这边看到了耶罗波安逃到埃及王示撒那里去，住在埃及，一直待到所罗门去世之后才回国。所以在这些景况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会发现，这些景况好像都很类似。40节这边前面很像是扫罗王跟大卫王，
后面也很像是耶稣他出生之后，那时候的王要赶尽杀绝，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而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很像是所罗门他自己所写的内容。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说没有新鲜事，所以旧的事也一直在发生，过去扫罗王所发生的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生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会看到很多情境好像一直在发生，很类似的一直在发生。在这边也看到所罗门的其他的事迹，无论他的成就或他的智慧，都记载在所罗门史。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统治了40年，他死后也葬在大卫城，他的儿子罗波安继承他做王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11章结束，也就是所罗门的结束。从第1章到11章是记载所罗门他被选立为王，他坐上这个位置，他建造了圣殿王宫，也在最后的1章记载了他的败落。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第11章的这样的情况，但是在11章当中其实是更重要的，我们有没有得罪了上帝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，所以就像中文里面在讲的行100里路半90，所罗门王也类似，他前面我们看都很棒，但是他前面积累了那许多东西，整个在他最后的时间爆发出来，他整个我们看到原来他的生命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如此，在年轻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敢说不敢做，到后来年老的时候才做这些东西，而这些也在展现出生命的情况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，在人生末了的时候，在人生后半的时候所做的，好像让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乌有了。所以这也让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，时时的回到上帝面前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走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所罗门，我们都一直在讲他很棒的，他很有智慧，他建造了圣殿等等。但是在第11章，真的是我们要从他在第11章这边记载他的生命的景况，我们要成为我们提醒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也去看到所罗门所发生的这些，让我们也有一点时间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所看到所罗门的发生这些事情。因为他犯罪，上帝拣选了另外一个人要来做这个位置，上帝也顾念着大卫，所以也保留了一点恩典在这个家族当中。让我们有点时间在上帝面前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，你拣选我们，你让我们跟随你来走。你也提醒我们，透过这当中要去遵守你的命令、你的诫命。你也让我们能够从圣经、从敬拜、从许多地方，我们可以去经历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也更明白你的心意，更明白你的命令，我们也更清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。也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做的怎么做才不会得罪你。主，或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不愿意去这样做，我们都想要照着自己的做法、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这当中来得罪了你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向你来认罪，在这当中愿主你带领我们，也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着许多美好的恩典临到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经文摆在我们面前，成为我们的提醒，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也愿主你祝福在这当中，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来领受你的恩典，也成为我们后代的一个帮助。也让我们在当中留下这美好的资产，祝福在我们的家族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恩典，有许多的见证。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